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为高雄到顺德甲网友见面的14岁少女，失踪3天，总算是找到人，家在人平安。讲像安尼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比例真悬。警政署的统计，去年未满18岁离家出走的人数，竟然是高达4184个人，其中有4成8是13岁到15岁高中生。 今仔日，儿童福利联盟甲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召开着记者会，讲在台湾找回着失踪儿童活动的标准，伤过严格，应该都要放宽。高雄14岁少女失踪3天，总算转去啊！少女的老母嘛真着急，捌伫网络社团写文章拜托大家斗找。儿福联盟质疑讲，即摆是安怎无启动，并且甲警政署2016年合作的安撇警报。 安撇警报是当儿童失踪的时，会使针对报失地点160公里内发布囡仔的相片、年岁、特征等等的资讯，或者范围内网友拢看会到。因过目前发动条件包括警察机关确定为未满18岁囡仔互人掠去恐吓的案件，也是讲还未满7岁紧急查询24小时内拢找无人的案件，而且还属于刑案。 我们希望警政署对于安博警报的通报要件，可以从文德署拿掉，放宽到只要有遭到诱拐这个部分，那但你确信它是一个犯罪事件，也经过法律人的同意，就可以启动这个安博警报。那当然这是一个方法，但是它可能造成的风险，就如刚才阿英文说的，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加害人可能会有更激烈的行动等等，这都是一体的两面啊。 警政署嘛回应讲，是不是要放宽安撇警报的发动条件、原理，搁甲面切，搁参详一下。